好啦，各位同學，你哋好，歡迎收睇今日嘅中文班。嗱，今日咧我哋就唔係好似上個星期咁樣啦，要計住時間嚟到讀文章，唔使嘅吓。咁我哋每隔一個禮拜先咁樣教。今次我哋咧就欣賞下一篇文筆相當之唔錯嘅抒情文《寄苗書》啊。嗱，各位同學咧，而家去到6年級啦，係嘛？已經係一個年青人嘅階段啦。學校亦都不斷咧開始教你哋好多抒情嘅內容。不過我發現咧，好多同學都會對抒情呢兩個字咧就係感到有少少抗拒啊，可能會覺得自己仲未係有好多人生經驗，冇乜情可抒，係嘛？我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唔好將抒情呢兩個字咧複雜化。抒情就係將你嘅感受講出嚟啫嘛。我哋未必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情感，係嘛？譬如話親情可能會有啦，但係有陣時可能未至於未去到生離死別，好多同學都未識得抒發親情呢一樣嘢。咁愛情啊，咁更加未有啦，係嘛？但係你如果諗向呢啲方向就太複雜啦。其實所謂嘅情就係我哋對每一件事物嘅感受啫嘛，係嘛？又或者心裏邊諗嘅嘢，我哋將自己心底話講出嚟，其實就已經係一種抒情嘅方法嚟㗎啦。咁所以咧，唔需要太過複雜化。而今次呢篇文章就充滿感情，值得我哋去學。好多同學成日都話啦，哎呀，我作文咧作下就冇乜靈感啊，作下咧就唔知下一句點接落去，係嘛？嗱，當然啦，我不嬲教你哋寫作咧，就要有一個整體嘅架構先，你有個骨架先，跟住再按照住你呢個骨架嚟到開枝散葉㗎嘛，係咪？好啦，問題就在於你哋平時閱讀其實都係學緊寫作嘅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嚟嘅。所以點解佐治 Sir 成日咧要你哋作嗰啲文咧，就同我哋閱讀理解嗰篇文章差唔多，因為正正就係可以參考上面篇文章嘛。所以今次嘅閱讀過程之中，希望你哋學下人哋嘅文筆，明唔明白 ？OK， 就唔好淨係為咗做咗閱讀理解啦，上咗呢堂就算啦。既然你都嘥得時間精神上呢一堂噶啦，全程投入啊，唔該。好啦，睇下呢篇文章。好啦，一睇到個題目咧，就知道係咩事情啦。母愛是一根穿針線，好明顯呢個係一個暗喻啦，用暗喻嚟到作為一個咁樣嘅題目咧，就已經好有抒情成分咯，係嘛？咁我直接講俾你聽啦，個題材就係記敘抒情，記敘抒情 ，OK？ 亦都有描寫嘅，描寫佢媽媽，所以我哋寫個題材出嚟啦。題材我哋寫寄苗書，寄苗書咧，我哋直接寫 OK。嗱，呢一種咁嘅題材咧，喺你中學時期咧係基本上冇咗個別嘅記敘文，冇咗個別嘅描寫文，冇咗個別嘅抒情文。基本上全部都係寄苗書嚟㗎啦 ，OK？ 一係就以描寫作為文章結構嚟到抒情，一係就以記敘嚟到作為結構嚟到抒情，只有呢兩種分別嘅啫。純抒情嘅文章有，但係都會以描寫或者記敘嘅結構嚟到去抒情，明唔明白？嗱，今次就係以記敘嘅結構嚟到作為一個主線去抒情，得唔得？咁只係個結構上面嘅分別嘅啫。得唔得？好啦，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寫段號啦。咁呢度咧分咗好多段下噶噃。好啦，咁嗱呢度括號呢度就唔係一段嚟噶吓，呢度先係一段。OK， 括號嗰度唔係一段啦吓。好啦，跟住咧呢度就8啦，哇，好複雜啊！跟住呢度仲有9嘅 ，OK， 咁一共係9段。嗱，中間括號嗰度唔係分段嚟㗎，知唔知道嚇？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啦，咁我哋喺讀之前咧，佐治 Sir 先要講嘅就係，哇，佢有9段嘅，係咪我哋寫作要參考佢9段啊？咁梗係唔係啦，千祈唔好咁樣諗，而係話有好多作家咧，佢哋寫作嘅時候咧都好興咧，將一啲説話分開好多段嘅，咁我哋寫作嘅時候咧就唔使咁做。大家要留意，如果係唔需要分段連貫嘅內容，我哋盡量唔好分，
明唔明白？以免就成篇文章好似好雜亂無章咁啊。好啦，大家攞熒光筆出嚟啦。咁我哋做筆記咧，用黃色熒光筆。OK， 下個星期我哋先至會用翻鉛筆。咁而我哋咧都係每一段咧，我哋會睇下佢究竟個內容係講啲乜嘢，試下將佢個結構寫出嚟一下。好啦，一齊讀出聲啦，唔該。母親為兒子整理衣服時，發現兒子襯衣袖子上的紐扣鬆動了，他決定給兒子釘一下。好啦，咁簡單嘅呢一句係，因為呢一個咧就係以記敘嘅背景作為一個開頭，所以其實呢個已經係背景嚟噶啦。成個記敘事情嘅背景就係阿媽見到佢粒紐鬆咗，就想幫佢補一補。嗱，好特別嘅一個寫作方法，因為如果我哋睇呢個題目之後，見到佢呢一句背景，佢就已經達到咗點題嘅作用，係嘛？嗱，不過咧，我對你哋咧個要求就冇咁高意境嘅，我就寧願你哋試下用一啲拿手嘅開頭法啦，譬如話你用倒敘法啊、比喻法啊，又或者問題法啊等等，咁我就覺得適合你哋小學階段多啲。OK， 咁而且可以打開到個話題。好啦，咁究竟佢補紐有啲咩問題咧？嗱，呢一段冇乜特別需要解釋咧，我就繼續讀第二段啦嚇，讀出聲啦。兒子很年輕，卻已經是一名聲譽日隆的作家，天賦和勤奮成就了他的今天。母親因此而驕傲，驕傲乜乜咧？好啦，跟住破折號啦，他就是作家的母親。好啦，驕傲後邊仲有個詞語，我哋要補充翻落去嘅。OK， 咁你覺得佢除咗驕傲之外，仲有啲乜嘢啊？我俾你諗下，10秒鐘。你認為一個作為作家嘅母親，佢除咗驕傲，仲有乜嘢啊？自豪啦，大家可以寫落去啦。自豪啊，自豪同驕傲唔同嘅吓。好啦，咁啊第二段咧，咦，好特別喎！突然之間又做咗個介紹，介紹一下個母親係一個邊個人嘅母親，佢對個仔有啲咩睇法？咁我解釋下呢一段啦。嗱，天賦啊、勤奮啊，我諗呢啲你識啦。個天賦個賦，即係天生有嘅一啲技能 ，OK 或者天生就有嘅一啲本領就係天賦啦。咁另外咧，仲有就係聲譽日隆，聲譽日隆即係佢嘅聲譽每一日咧都喺度上漲緊噶，明唔明白？越嚟越出名就係咁嘅意思。好啦，第3段，跟我讀出聲啦，唔該。屋子裏很靜，只有兒子敲擊鍵盤的滴滴答答聲，為他行雲流水的文字伴奏。哇，呢句寫得幾好。母親能從兒子的神態上看出，他正文思湧泉。他在抽屜裏找針線時，不敢弄出一點聲響，唯恐打擾了兒子。還好，母親發現了一個線管，針就插在線管上。他把它取出來，輕輕推好抽屜。好啦，咁第3段就係一個嘅開始啦，嗰一件事嘅開始，所有細微嘅動作都流露住啲乜嘢啊？所有細微嘅動作都流露住呢一個母親唔想打擾到佢，係嘛？驚一絲嘅影響就會影響佢寫作嘅靈感啊，寫作嘅工作啊等等。咁啊嗱，有幾樣嘢咧，我想你哋都聽一聽嘅。咁首先就係行雲流水的文字，即係乜嘢啊？一路係咁打，一路係咁寫作，好順暢，就用行雲流水嚟到作為一個比喻啦。咁而且咧就係後邊仲正嘅就係有個伴奏，
伴奏。呢一句咧，麻煩你咧就係、好啦。兒子敲擊鍵盤滴滴答答聲，為他行雲流水的文字伴奏。好啦，嗱呢一句間低佢，咁好明顯係佳句啦，係嘛？咁梗係要抄啦。咁但係你話，阿 Sir， 我又唔係作家，我點樣可以好似佢咁滴滴答答打字作文啊？阿 Sir， 你俾我打字作文咩？你又唔會，學校老師又唔會，咁呢一句點用喺我身上啊？咁你如果淨係識咁諗嘅話咧，諗多次啊，唔該。你可以試下諗下，將裏邊嘅作文啊、滴滴答答嘅打鍵盤嘅聲音啊，改成其他嘢噶嘛，係咪啊？你可以其他嘅聲音為你做其他嘅事情伴奏都得噶。諗下咯，啱唔啱啊？譬如話寫字嘅時候啦，你都會作文寫字嘅時候，寫字嘅時候咩聲噶？沙沙聲噶嘛，唰咁樣聲噶嘛，寫字。咁你諗下寫字嘅聲音，咪可以為你行文流水嘅作文，行雲流水嘅文章伴奏咯，都得噶。啱唔啱啊？只要你肯作嘅話，呢一句改成其他內容，你絕對係可以擺喺文章裏邊，成為你嘅一句佳句。所以你要抄。好啦，咁啊文思湧泉即係咩啊？作文嘅思路好似湧泉一樣，非常之有靈感，明唔明白？好啦，咁跟住就冇乜特別嘅嘢需要再解釋咧，我哋就讀下第4段啦。可他遇到了麻煩，當年的繡花女連穿針也穿不上了。1個月前，他還穿針引線縫被子，現在明明看見針孔在那兒，就是穿不上。好啦，遇到麻煩咯，即係事情有一個轉變咯，係嘛？所以我哋呢度係迎來咗第一個轉折。OK， 即係所謂嘅轉折點啦。好啦，咁呢一段好短，其實同下邊係唔使分段嘅。左志順認為 ，OK， 他不相信他視力下降得那麼厲害，再次把線頭伸進嘴裏挪濕，而再次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把它黏得又尖又細，再次抬起手臂，讓眼睛與針的距離最近，再試一次，還是失敗。好啦，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縫補一啲東西，或者用針線？有冇試過啊？有試過係嘛？有試過啦，應該冇試過嘅話，咁好簡單去試下啦，係嘛？補下啲穿窿物啊，咁都可以噶嚇，試下啦嚇。咁啊嗱，係咩一回事咧？嗰個繡花針咧，嗰支針啊，咁短嘅啫嘛，上面嗰個窿咧係細到咧係我哋肉眼睇唔到。OK， 可能我睇到喎，咁你眼力好啦，我而家睇唔到啦。OK， 咁仲有另外一條線啦，條線頭髮咁幼啫嘛，仲要衰在佢嘅線頭咧，有時係會開叉嘅，所以就要擺喺嘴裏邊濕下佢，濕下佢，然之後搣捲，整到佢一條好尖，咁啊先至可以穿過嗰個嘅針頭嘅。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啦？未試過嘅話，可以喺屋企試下。不過用針嘅時候就小心啲，明唔明白？所以佢就將成個行動描寫咧寫得非常之細緻啊！好值得大家學嘅嚇。咁不過都係失敗。咁第4、第5段我之前都講過咧，其實係唔需要分段㗎。不過我哋再睇下第6段，第6段使唔使咧？佢話再試，可線仍未穿進針眼裏。跟住我哋睇下括號嘅內容啦。通常括號係為咗補充性質嘅嘛。兒子在對文章進行後期排版，也從顯示屏上看到反射過來的母親。嗱，呢個應該佢擰住了，錯咗呢個字啊！寫呢一個字咧，你而家改一改佢啊，豎心邊
大家識唔識一個令字啊？上邊咧就一個好似扁扁地嘅四字，下面咧就係一個方正方形嘅方字。好啦，喺嗱，我俾大家睇下啦，嗱咁樣嘅呢個令字，令住了，咁係咩嚟㗎？咩意思啊？係嘛？即係呆咗喺度咯。OK 啊，咁然之後後邊呢個都係住字啦，唔係往字啦。啊，住唔係正往聊下，呢個係住。咁大家都改埋佢啦，單企人嘅啫。OK， 改咗佢啊，令住了啊。咁佢呢度應該係打錯字啊嗱，咁樣即係呆咗望住，即係令住啦。OK 嚇，明白？好啦，咁啊，我又縮翻細少少嚇，大家改翻呢兩個字啦。好啦。OK， 嗱嚟啦噃，嗱繼續啦噃。好啦，在屏幕上面反射見到母親咧，就令住了啦，即係呢個兒子啊。好啦，繼續。他忽然覺得自己就是那根縫衣針，雖然與母親朝夕相處，可是他的心卻被沒完沒了的文章堵死。母親的絲線在他這裏已找不到進出的孔。可他還是不甘放棄。好啦，哇，嗱，第四段嘅轉折開始，到呢度咧，大家可以咧咁樣框住佢啊，咁就係一個嗱呢個咧唔係應該冇呢個咁樣 quote 嘅，係我哋用翻引號啊，唔該，係啦，因為咧呢篇文章係本身係內地嘅人寫嘅 ，OK 嚇。咁你用引號框住翻個孔字得唔得？用翻開引號生引號。好啦，咁啊嗱，講翻呢度嗱，呢一段就係講媽媽穿唔到針，然之後再仔細講佢穿針嘅過程。喺呢個時候佢又失敗，而兒子係注意到呢一件事情，望到佢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就覺得，我哋咪好似咁嘅情況咯，成日朝夕相處噶啦。但係都冇交流嘅，係嘛？母親就成日想即係同我傾下心事，但係我都好似俾啲工作咧，就係堆積如山嘅工作咧，就係淹沒咗一樣，冇得咧就係同佢交流。咁但係母親依然係不放棄，所以呢一個咁嘅括號內容就用咁嘅方法嚟到去補充咗兒子注意到呢件事，明白 ？OK。嗱，咁呢度冇乜特別嘅詞語需要再特別去解釋嘅話咧，我哋就一齊去讀第7段。好啦，第7段，兒子的眼睛熱了，他這才想起許久不曾和母親交流過感情，也沒有關心過他的衣食起居了。好啦，順住落去啦。媽，我來幫你。兒子離開電腦，只一剎那，絲線，好啦，絲線穿針而過，母親笑紋如花，用心為兒子釘起紐扣來，像在縫合一個美麗的夢。好啦，嗱咁第7同第8，左志 Sir 話俾你聽啦，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黐埋一齊嚟寫，就係事情轉變同埋一個結果。嗱，第7段又嚟咗一個轉折點啦，就係兒子見到佢咁嘅情況，有啲咩做法，有咁嘅轉變。而第8咧，正式嚟講咧，就係個結果。嗱，咁大家可以咁樣寫呢兩個結構落去，得唔得？咁仲有一樣嘢嘅就係第8段嘅第一句咧，我哋應該要用引號括翻住佢。點解啊？因為係兒子嘅說話嚟噶嘛。OK， 所以咧用引號括翻住佢。上面個孔字又係啦，個孔個字用引號括住佢。第8段嘅第一句又係用引號括住佢，因為其實係直述句嚟嘅，得唔得？
好啦，咁啊又有一個咁樣嘅比喻咯，係嘛？穿針而過啦，即係話佢哋嘅關係咧就因為踏出咁樣一步就好起嚟，係嘛？咁啊就好似縫合一個美麗嘅夢咁樣。到最後第9段啦，佢話兒子知道今後該怎樣做了，因為母親很容易滿足，比如只是幫他穿一根針，實現他為你釘一顆紐扣的願望，使他付出的愛暢通無阻，如此簡單。第9段咧就係成件事情嘅總結。嗱，大家6年級噶啦，年紀咧都雖然唔可以話好大個啦，不過都係大個仔大個女啦，係嘛？應該有一定嘅明白事理嘅一個能力。你覺得呢篇文章喺你身上，你明白咗啲乜嘢啊？喺你嘅身上，嗱，佐治 Sir 概括一下啦，就係一個埋頭苦幹嘅作家喺屋企作文嘅時候，咁啊媽媽想為佢將一個鬆開咗嘅紐扣咧，就係釘翻上去，釘翻緊佢。咁但係佢穿唔到針線啊，因為佢已經可能老啦、眼花啦，係咪？咁啊俾作者留意到啦，作者就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同母親嘅角色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好相似，喺穿針線呢件事情好相似。佢就算係想穿都穿唔到啦，點解啊？因為佢好似呢一個個針頭咁樣穿唔上去，但係阿媽依然繼續去試，就正如好似佢哋嘅生活咁樣，明明咧一齊住噶，但係咧就冇辦法敞開心扉去傾偈，去互相關心。咁所以兒子一見到咧就即刻過去幫手，係嘛？嗱，咁所以呢一個咁嘅事情咧，其實我哋生活上面都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嘅。譬如話你哋爹哋媽咪啦，佢哋想關心你，你哋有冇好似呢一個作者好忙咁樣唔理佢，費事理佢，費事睬佢？我諗都有。點解我咁肯定咧？因為我都係咁啊嘛，個個人都係咁，人之常情嚟，係嘛？細細個好似我咁樣，雖然破碎家庭啦，但係有陣時阿爸或者阿媽佢想關心下你，我哋會將佢拒諸門外，係嘛？當然啦，好多華人社會關心嘅方法咧，就係靠咿我，靠講啲唔係幾好聽嘅説話。但係有時啲説話咧，雖然唔好聽啦，但係就等同於苦口良藥啦、苦口婆心啦，係嘛？佢係為咗你好嘅，咁先至講呢啲説話。咁但係如果我哋冇好好地去分析，又或者對方不斷再講啲唔好聽嘅説話嘅話咧，咁啲關係就會越嚟越差。你哋自身都係，我哋作為仔嘅話，如果成日都將人哋好意嘅説話當成係惡意，一樣係會關係差，明唔明啊？嗱，所以當你嘅父母關心你嘅時候，我哋睇完呢篇文章啦，係嘛？當你嘅父母關心你嘅時候，請你珍惜，知唔知道？有時佢唔係為咗要你去幫佢做啲咩，而係佢想幫你做啲乜嘢。就好似呢個媽媽咁樣，佢想幫個仔釘紐扣啫，佢想幫佢，而為咗實現俾佢幫你呢一樣嘢，呢個作者就幫咗佢阿爸，並且大家可以傾下偈，交流下感情。何樂而不為？係咪？嗱，所以我哋睇完每一篇文章，希望你嘅腦裏邊都要深思一下，究竟呢一篇文章嘅道理，或者如果套用喺我身上，究竟會係咩回事？就唔好咧到你冇機會啦，再去後悔，咁啊太遲啦，明唔明白？好啦，到答問題時間啦。好啦，答問題啦噃。我哋而家咧就睇下下邊嘅問題，咁啊一如以往啦，佐治 Sir 咧都會用我手頭上面嘅呢一個嘅紅色筆啦，嚟到將每一題重點點出嚟噶。OK， 首先第一啦，大題啦，從文中找出適當啲詞語填在橫線，填在以下句子的橫線上，使句子意思完整。好啦，冇乜特別喎，係嘛？
冇乜特別唔緊要嘅，咁我哋咪照做啦，冇咩筆記啫嘛。但係你要睇咗呢一句佢咯，最重要嘅就係咪？好啦，第一題啦，姜濤啊，是現在香港最炙手可熱的歌手姜濤，但不在香港，在亞洲也是乜嘢？不但在香港啊，在亞洲也是乜嘢？好多人識，咁係乜嘢啊？知唔知邊個姜濤啊？啊，唔好嚇我啊嚇！咁啊，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好多香港歌迷啦、fans 啦，原來唔止㗎，喺好多其他地方佢都仲有好多 fans 嘅，所以佢聲譽日隆啦，明唔明白？好啦，咁我哋可以將呢個詞語寫落去啦，聲譽日隆。OK， 係啊，每一日佢嘅聲譽都提升緊。好啦，咁啊到第二啦，人們，好啦，人們可以為一個陌路人咧嘅點滴而感激不盡，卻無視乜嘢的老闆嘅種種恩惠，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好啦，咁啊等我一陣啦嚇，等我一陣嚇。OK， 好啦，咁啊嗱，繼續啊，咁啊唔好意思啊，有外賣到咗噶嘛，所以要接一接先。好啦，嗱，咁呢度分咗兩行，其實唔使噶啊，而係嗰啲係啦格式嘅問題，即係其實呢度只係要一個詞語嘅啫。OK， 順住落去噶吓。咁啊嗱，卻無視乜嘢嘅老闆咧？人們可以為一個陌路人的點滴而感激不盡，卻無視乜的老闆種種恩惠，將其視之為理所當然。好啦，咁係咩嘅詞語咧？嗱，呢一題咧就難少少嘅。OK， 呢一題難少少嘅，朝夕相處啊，答案係朝夕相處。OK， 咁呢一個橫線我可以 cancel 咗佢嗱，咁樣就靚仔晒啦，係啦，朝夕相處，即係話人們可以為一個陌生嘅路人啊、陌路人點滴幫助而感激不盡，卻無視朝夕相處老闆嘅種種恩惠，將其視之為理所當然。咁係咩意思啊？嗱，你哋可能咧未出嚟做過即係未出嚟社會工作過，可能未知，唔知啊，肯定唔知啦。其實就係話，我哋喺街度，如果有個人幫你，譬如話執你啲嘢嚇，哎呀跌咗嘢，幫你執一執啦，你點都會，哎呀好感激你啊，多謝你嘅幫助啊，係嘛？多謝晒啦，唔該晒你。但係如果係老闆咧，即係你公司嘅老闆啊、經理啊，幫你做啲嘢，我話俾你聽啊，10個人有10個人都唔會多謝個老闆嘅。點解？因為覺得係理所當然。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唔係幾應該嘅。無論任何人都好啦，幫過你嘅話，我哋都要感激佢，明唔明白？
其實有時屋企都係㗎，譬如話爹哋媽咪幫咗你，我哋對佢朝夕相對，所以就覺得呢啲嘢係理所當然。佢我爸係我媽，其實都唔係，我哋依然係要對佢心存感激。好啦，下一頁睇清楚啦喎，嗱，下一頁好啦，第二個部分，根據文章內容回答以下問題。咁第一啦。題目是用打比方嘅手法，他把母愛比作乜嘢？你會把母愛比作乜嘢？嗱，首先佢係將佢比作穿針線，係咪？穿針線，咁我會俾佢咩咧？我會俾作乜嘢？嗱，呢度有兩個問題噶。第一個就係題目俾作乜嘢？第二個就係你自己會俾作乜嘢？嗱，第一個答案我哋知道啦，穿針線啦，穿針線。係嘛？好啦，咁而你又會將佢俾咗乜嘢啊？我 copy 落嚟先，唔係話要寫穿針線啦。你覺得咧？你覺得母愛好似乜嘢？嗱，你自己諗下喎。嗱，通常好溫暖噶嘛，咁啊，好似咩咁溫暖啊？佐治 Sir 咧就會講。好似太陽咁溫暖啦 ，OK 係嘛？我就會將母愛比作太陽，得唔得？嗱，呢一個比喻咧，你講得通就得噶啦，冇話一定嘅答案嘅。上面呢個就絕對要寫穿針線，下邊呢個只要你比喻得通順，唔好離晒譜就得噶啦，係嘛？有啲同學寫老鼠曱甴咁梗唔得啦，係嘛？根本都唔通嘅。OK， 咁啊一定錯啦。咁啊第二題啦，佢話把第二自然段加入一個詞語，咁啊換成近義詞，咁啊但係咧意思不變嘅。好啦，即係話原來呢一題唔係補充翻落去，而係話我哋要做驕傲呢個詞語嘅近義詞啊。寫咗啦，自豪係咪？因此而驕傲自豪，或者就咁寫因此而驕傲，或者因此而自豪都得嘅啫。咁所以驕傲自豪就得噶啦。好啦，做咗啦。第三題啦，文中嘅省略號啊，邊度有省略號啊？我哋一陣間睇睇啦。嘅用法係乜嘢咧？佢代表咗啲乜嘢咧？好啦，我哋睇下啦。呢度啊，仲有冇啊？嗱，呢度冇啦。好啦，嗱呢度第六段，好啦，仲有冇？冇啦。誒，即係第六段嘅省略號。佢話再試。即係話其實佢試咗好多次，繼續再試咯，係咪？好啦，繼續再試，試咗好多次，意思即係話母親咧試咗好多次，表示母親穿針線嘗試了很多次，應該係母親嘗試了。很多次一樣啦吓，咁啊冇乜特別呢個冇錯得噶，表示母親穿針線嘗試了很多次，嘗試了很多次穿針線都得吓，調翻轉都得嘅，係啦。好啦，咁啊到第四，好啦，句中說啊，句中說。好啦，我哋問睇下成句啊。句中說兒子知道今後怎樣做了，應該係文中啊，唔係句中啊。我哋改咗佢啊。文中說兒子咧知道今後該怎樣做了，表示兒子會應該怎樣做啊？多啲關心母親咯，係嘛？咁啊，等母親付出嘅愛咧係被重視嘅，呢個最重要，係嘛？母親付出嘅愛被重視呢一樣先最重要，即係佢愛你，你都要 get 到佢愛你。係嘛？就唔好咧，唔稀罕咁啊！明唔明啊？嗱，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你哋要學嘅，即係爹哋媽咪愛你錫你，或者有陣時可能會煩下你啊，咦我下你啊，但係你要知道嗰啲其實係對你嘅關心，明唔明白？對你嘅愛嚟嘅，你要重視咯，唔好成日都敷衍。表示兒子應該多關心母親，逗號，讓母親對自己的愛受到重視，句號。明唔明白？
好啦，咁啊到第5題咯，說說母親美麗的夢是什麼 ？OK 吓，母親美麗的夢是什麼啊？母親美麗嘅夢係乜嘢啊 ？OK 好啦，嗱文章裏邊就有講下嘅，嗱呢度佢就話係啦，就像縫合一個美麗嘅夢，即係乜嘢啊？就係母子之間嘅親情。OK 母子之間嘅親情。好啦，咁我哋答咗佢啦。是指母子之間的親情。句號。好啦，母子之間的親情。咁啊，到短文是按咩嘅順序嚟寫㗎？時間嘅順序啦。好簡單啦，呢一題。好啦，得唔得？好啦，咁啊嗱，終於見到佢呢啲洞洞係用嚟做咩㗎啦嚇？因為咧文章裏邊出現咗呢啲洞洞嘅，見唔見到啊？嗱，洞洞咁分隔開咗幾樣嘢嘅，係嘛？咁啊嗱，佢第7題就問啦，佢話短文咧就用咗呢啲洞洞啊，分咗4段啊，請歸納第3段嘅段意。好啦，即係話原來佢呢啲就係為咗嚟到去分乜嘢啊？分一個意義段啊，所以呢度係第一個意義段。第二個意義段就由呢度開始，嗱，其實即係括號後邊開始啦。OK， 括號都係上面嘅內容嚟噶嘛。咁而第7段到第8段同第9段啦，就係佢所講嘅第3個意義段啦。OK， 第3個意義段咯。咁呢一段係講咩嘅咧？我哋見到啦，兒子走過去諗起啦，然之後咧就係不曾和他交流過啦，也沒有關心過佢啦，然之後就幫佢，然之後就好似縫合一個美麗嘅夢。今後佢就知道點做啦。好啦，簡單講就係話，兒子發現母親咧就開始眼睛唔靈敏啦，就開始應該係話兒子開始發現咧就係自己不夠關心母親，並且就係敘述自己主動幫助佢嘅經過，以及咧就係體會到以後。唔係喎，第9段都唔係喎，嗱9段都唔係啊，因為呢度又分開咗，所以只係去到呢度啦，冇乜體會可言噶啦，嗱呢度啦 ，OK 係嘛？嗱正式嚟講，呢度有一段，呢度有一段嘅喎，好，咁啊簡單得多啦，就係兒子發現自己冇乜關心母親，亦都冇乜同佢交流啦 ，OK 咁所以就主動咧就係去幫助母親。OK， 係啦，去穿針咁樣啦，咁用針為啲，好啦，就係咁樣咯。好啦，咁呢啲可以唔使加落去啦。咁我哋將佢簡化咗，成為咗咁樣嘅內容。第3個意義段由第7、第8段組成，逗號。記述了兒子發現自己沒有關心母親，逗號。啱啱講咩嘅話？睇下先。係啦，沒有交流過感情，也沒有係啦，沒有交流感情啦。我哋交多一句啦。發現自己咧沒有和母親交流感情，也沒有關心母親，並記敘自己主動幫助母親的經過，逗號，母親因而感到高興，句號。好啦，咁啊嗱。放大一個 size， 再分翻開少少。第3個意義段，第3個意義段係啦，或者第3意義段啦，唔使過啦。第3意義段由第7和第8段啦，加個和字，和第8段組成。
記述了兒子發現自己沒有和母親交流感情，也沒有關心母親。咁啊，再記住啦，唔好並啦，再記住自己主動個序字寫翻呢個序啦吓，係啦，自己主動幫助母親穿針線啦，穿針線，穿針線的經過，母親因而感到高興。好啦，就係咁啦。咁呢度有幾題咧，都幾多字要寫噶，咁你哋可以慢慢寫。OK， 好啦，咁未寫完嘅話咧，咁麻煩你哋一陣間咧再睇翻重播啦。我哋而家咧就要翻轉頭間低啲佳詞，咁睇下仲有冇佳句可以間先。咁啊，首先咧第一段，好啦，咁我哋睇下啦，冇乜特別喎，係啦，嗱，聲如日龍啦，再間多次啦，再寫多次啦，咁天賦嗰啲唔使啦嚇，嗱呢一句要嘅，呢一句我為咗特別再係啦，明顯啲咧，咁我再間多次啦，呢一句間低佢 ，OK， 佳句。咁另外仲有就係文思湧泉啦，正話有講過啦嚇。另外仲有朝夕相處啦，答問題嘅時候都有答過啦，係咪？仲有呢個啦，令住啊，令住。咁啊，另外仲有咧就係笑靨如花，得唔得？好啦，冇乜特別噶啦，好啦，冇乜特別噶啦。咁啊，麻煩咧就係將呢幾個佳詞同埋上邊呢一句佳句咧，就係抄喺下邊嘅佳詞佳句表嗰度。OK， 第二頁下半部分有冇問題 ？OK， 就係咁樣啦。嗱，請你哋將題目做好晒，做齊晒所有筆記，同埋將佳詞佳句抄一次，咁咧就可以交俾我噶啦，明唔明白？抄完之後唔好白白浪費咗自己時間精神喎，作文嘅時候用翻出嚟。OK， 咁今堂時間嚟到呢度，我哋下一堂再見，拜拜。